敬拜咱的上帝。145篇，第8节到第9节。上主有恩惠，有怜悯，无快受气，有大慈爱。上主疼惜万有，伊的怜悯普及伊所做一切。请咱三甲来吟诗赞美上帝。圣诗第2首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。
上帝，我要感谢你，你这个主日，我会当用欢喜快乐的心，而你的圣殿来敬拜你，这是何等的福分！这时求主添进阮的心，互阮会当用心灵甲心识来敬拜你。恳求天父上帝降落大大的稳定甲福气，伫每一个人的身躯中。阮是何等的渺小，却是主，你看顾阮每一日的需要，知影阮肉体的软弱甲欠缺，怜悯我时常离开你远远。求主你赦免，用十字架顶所流落的宝血来洗清阮的罪恶甲过失。恳求圣灵会光照阮，互阮会当搁一届甲你相好好，接纳阮，互阮时常会当结连伫你的葡萄树内。主啊，你这个混乱的世界，疫情影响全世界到今已经2年外，还未结束，真侪人的工课甲学习受到影响，阁有俄国侵略乌克兰。到今日拄好满5个月，战争所造成侪无辜的百姓、家园的破碎，阁有亲人死散的痛苦，真侪人嘛因为安尼来丧失性命。阁有战争，日本的前首相安倍，互人枪杀死亡。想起伊甲咱台湾结连侪温暖的画面，阮的内心实在是艰苦阁复杂，求主亲身医治这个世界，用光照阮，赦免阮的罪，互黑暗的关系离开阮，互这个世界会当早日恢复你所创造迄个水的源头，开阮的智慧，互阮知影未来安怎用谦卑来管理你所创造的万物。亲爱的主，青少年犯罪历史甲进入高峰期，求主保守咱国家的青少年，互因历史甲期间有安全的生活甲好的学习，建立正确的价值观，透过教会活动甲传福音，会当有机会来明白你，互你来做因一生的倚靠。咱嘛少年无法度，甲咱3个礼拜的兄姐，细微的求主，搁一届显现你的疼，有白疼的求主医治，信心软弱的求主坚固，兄弟姊妹每一日拢有主的带领甲引带。最后，咱嘛为着咱公园教会这3天参加活动的学生甲青年来祈祷，求主一路看顾保守因出入的平安。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交喺主的面前，愿主你接纳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请咱3个来交谈。启应文第9篇，也就是诗篇24篇。第甲第章的万味拢属上主。伊甲地囥伫大海的顶面，啥人会当上上主的山？就是手清气、心纯洁。这款人会受上主祝福。这款人求救上主。城门啊，着拍开。荣耀的君王要入来。这位荣耀的君王是啥物人？伊是必战必胜的上主。
城门啊，着拍开。因妖的君王要入来。这位因妖的君王是啥物人？伊是因妖的君王。即马，请咱三甲来吟诗赞美上帝。圣诗348首，求主教示阮祈祷，请大家坐立来吟全首。三甲来讲授上帝的话，记载伫以弗所书第6章18节到20节。着靠信心专心祈祷，常常祈求，着不失警醒，时常为着所有的信徒祈祷。
嘛为着我祈祷，求上帝赐我信心，通好胆开喙宣扬福音的奥秘。为着这个福音，我现在要做一个挂铁链的大赛，就为着我祈祷，互我通好胆宣扬应该讲的。圣经读到这，愿上帝赐福听伊话的人。这时，请咱邀请二重唱来赞美，因所要吟的诗歌是《我宁愿有耶稣》。这是要邀请本堂牧师来讲道，
伊要分享的题目是：伫圣灵内祈祷。咱请吴牧师。兄弟姊妹平安。咱每一个人生活中间拄着侪侪问题，有真侪是无伫咱的料想中间，大部分是。所以咱所拄着的困苦、艰难，甚至伫咱生活中间有侪侪问题，拢毋是伫咱有料，也毋是咱会当来掌握。亲像战场共款，咱常常会当来计划一寡咱征战的一个项目，征战的策略，征战的一寡的战斗方式。但是战场中间，咱拢毋知会发生什么代志。咱若无法度去预料对敌到底会用什么种方式，所以有真侪战场是咱无法度去掌握。但是有一个情形，就是常常要准备好势。第二，就是伫战场中间，咱常常要保持一个警醒。咱会当准备，就是咱会当穿军装，咱有一个好只的武器。伫信仰中间嘛是共款，保罗讲，咱是基督徒。信主了后，若是成做上帝的囝儿百姓，得到真侪福分。然后其实咱嘛是伫征战内面属灵的征战，甚至是咱看袂到，但是实际存在的一个战场。咱对敌嘛是非常特别，毋是所看会到的。咱会当面对面的，魔鬼撒旦是咱的对敌。伊是非常奸巧，嘛是非常聪明，这是咱所应对的一个对敌。所以伫圣经内面讲，咱每一个信主的人，咱都要光强壮大。我靠的是上帝大能大力，所以咱嘛都要穿上帝赏赐予咱的属灵的军装，毋是咱家己备办的，上帝赏赐予咱的，这个军装咱已经有几遍都去讲到这个军装的意义是啥物，然后互咱对这个军装一个了解，所以伫进前这几遍这个讲究中间，拢是说明这个代志。然后咱知影，其实咱必须要了解这个事，了解了是伫属灵征战中间，然后咱就要有上帝互咱的一个军装来抵挡对敌。所以咱有明白这个事，咱有讲起真理。最大啦下，咱都要明白上帝的救恩，伊全备的计划，上帝真理记载伫圣经中间，是要互咱有知识、有得救的知识，来明白上帝以真理拯救的一个整个计划。这是拍着咱的基础，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所完成救恩的工作，才有现在咱会当作为咱整个信仰的根基。一切拢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伊的十字架来完成。第二，咱有这个正义的，咱有正义的互性格称帝。主要所基督就是咱的义。有时咱也感觉讲咱可能无够迄个条件，无迄个确信，咱毋知咱有当得救也未。咱也问咱家己本身，也是问兄弟姊妹，有一天咱是毋是相信咱有当去到上帝迄个所在？有真侪兄弟姊妹讲，我也知。这上帝的代志我嘛不确定毋知去咧未去咧，毋知影，就去到迄个所在较知影呢。兄弟姊妹，毋是安尼。咱是讲，咱会当有主耶稣基督，伊的正义，互咱真做互性格。意思就是讲，毋是靠着咱家己的好，咱的条件，是因为咱信主耶稣基督，然后主耶稣基督真做咱的义。咱会当你要到天堂迄个所在，到主。上帝会当相同做伙，那是因为伊看主耶稣基督，伊是信主耶稣基督的人。耶稣基督真做你的掠空，耶稣基督已经除去你的罪。安尼，咱是靠耶稣基督去到迄个所在，用平安的鞋来行。平安的鞋是来互咱徛稳，因为咱的脚会受伤，所以保护咱的脚，咱就会当坚定徛在。这是讲到咧，咱就要真理的中间会当徛互稳定。遵探上帝的话，信心的顶牌，咱是讲到咱有拄着真侪艰难困苦，真侪互咱失去信心的物件，咱会犹豫，咱无确定，
咱是毋知疼上，甚至上帝佫继续疼咱。有对着真正的问题，咱料想袂到时，咱会怀疑咱是毋是要佫行一个信仰的路上。这个所在讲到，咱就要倚靠上帝，伊的信息，伊的主爱，伊要成就伊对咱的应允。所以信心毋是咱要去到上帝讨啥物物件，伊就互咱迄种物件。要一个脚踏车，要一个汽车，要一个我生活中间的享受，伊享受互我，毋是。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安尼讲，咱倚靠伊的话，咱会当心坚定。救恩的头盔，那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是咱的盼望。现在咱虽然拄着真大一个问题，但是我知影主耶稣基督伊的救恩是完全。伊要拯救我到底，我整个盼望，若是伫即个现在，我得到福气，我的盼望，那是伫主要所基督伫尾后中间，为着我生存的，保守我交托伊的。所以保罗就讲，我人生的路程已经行煞，我真正好的征战，我真跑走路站，我守应该守的道理，伫未来，我要得到主要所基督为着我备办荣耀冠冕，为着这，我现在劳苦奔走服侍。为着要得到未来，又为着我所备办公义的冠冕荣耀，所以咱是为着荣耀未来，为着未来荣耀盼望来生活。最后，咱摕圣神的宝剑，就是咱伫逐种的环境中间，咱拄着逐种的问题，咱有逐种需要，得着爱鼓励的话，所以圣神就提醒咱运用上帝的话。伫咱的环境中间，所以亲像主耶稣基督，伊抵挡魔鬼撒旦的一个诱惑共款，你就来敬拜上帝。咱活着毋是只有靠食物，嘛是爱靠上帝的话。对着无共款的征战、诱惑，伫迄种光景的中间，对着魔鬼来撒旦的攻击，咱会当有上帝的话来抵挡。所以。圣神的宝剑，咱会当运用上帝的话，伫咱各种的环境中间。兄弟姊妹，安尼咱对即种的圣神的军装有一个概念。即个军装，咱就会知影讲，即拢有甲主要所基督结连做伙安尼。即个话呢，其实拢伫圣经内面所应允的。所以呢，你若要运用即个军装，你必须要知影到底主要所基督伊互你啥物种应允，你甲有一个结连的关系啊无？然后，你若是要征战时，这所有这军装拢是甲上帝话有关系。安尼，咱有知影，咱有将上帝话放伫咱心内。逐种征战来的时阵，无共款的征战方式来的时阵，安尼咱就对上帝领受即种话，安尼来应对。所以知影这个代志时阵，咱来问一个问题：我已经知影这个军装的意义，安尼我要怎样将这个军装穿伫我的身上呢？看无啊，这是属灵的军装啊，无讲就是一个护胸甲，无讲一个头盔，咱看会到、望会到，啊，伫伫顶悬啊，因为这是属灵的军装。咱要怎样穿起来呢？怎样实际运用伫咱的生活内面？这就是第18节，伫圣经内面，以弗所书第6章18节，当保罗讲说6种的属灵军装了后，武器了后，伊安尼讲，就靠圣神专心祈祷，常常祈求。要怎样从即种穿这属灵的军装，然后应用伫咱实际生活中间，这个方式就是借着祈祷来到上帝面前穿起来。有一个牧师毕德生，伊写真侪册，伊是一个牧师。伊讲咱信仰中间每一项事，拢着引带咱来到上帝面前。无论是拄着什么种环境，拄着什么种征战方式，拢着将这个代志带来到上帝面前，引带咱来到上帝面前。如果咱所知影信仰的财物，袂当引带咱来祈祷。这种信仰的财物都有差错。这就是讲，所有的信仰的基础，无论咱对圣经的了解，咱对真理的了解，可能咱的神学上互讨论，所有的目的，就是要互咱立刻来明白上帝，然后互咱来到上帝面前。有时咱若怎么查考圣经，查考了讲，我知影这个圣经的意思是安尼。
哦，我可能甲人辩论心态的问题，哦，你心态的解释是，我心态的解释是安尼，啊，辩论到咧真安尼紧张。然后呢，可能我对圣经的财物有真多深的财物，人若咧讲时，我会当咧应答，会当来对。甚至我若咧讲牧师咧讲道的时候呢，下骹咱听咧讲啊，这牧师咧讲的对，甲毋对，我想我是安尼啊，牧师咧讲的这有够。有讲到这个，无讲到这啊，讲了无就是啊，牧师会讲到，小可有一寡问题，只要我知识在物。哦，兄弟姊妹，咱了解圣经的目的，毋是安尼。信仰中间上界重要课题，乃是讲咱知影基督的价值。所有上帝话要互咱明白上帝，然后来到上帝面前，用伊的话甲上帝对话来祈祷。我真爱甲上帝讲话，然后我用时间来祈祷。或者总马田牧师伊嘛安尼讲，伊讲一切咱圣经的价值财物，得到圣经的价值财物，主要最后目的就是引带咱来到上帝面前，甲伊有一个交陪。然后靠着圣经的应允，咱会当对伊来领受大能大力。若是咱欠缺，要甲上帝有一个深的交陪，咱的知识财物本身拢无价值，甚至咱的知识财物，若无引带咱家己甲上帝有一个交陪，这种知识财物。啊，互人自高自大，啊，甚至呢，成做一个教条主义，啊，用圣经的话来批判这批判迄安尼。啊，我伫台北的时阵，有一个牧师，咧牧会，毋是阮教会。哦，啊，迄个教会内面吼，足侪咧基督徒，啊，拢过来台安尼。啊，因咧家族中间嘛，拢足侪牧师。所以若安尼做礼拜山的时阵吼，啊，着安尼，因这安尼兄弟姊妹做伙。哦，啊，做伙食饭，啊，拢是咧讨论讲今日牧师怎样安尼讲道，我拢伫遐批判，伫咧讲这对毋对安尼。兄弟姊妹，圣经的目的毋是要为着这，圣经目的就是讲，主啊，我知影你的圣经安尼讲，我知影你的英文安尼讲，主，我知影圣经对你，互我的对你的认识是安尼，所以这个话，圣经的话，就是咱亲像逐种样的群众。安尼，我会当用你的话来到上帝面前祈祷。所以，无论咱读圣经啊，查考圣经，咱明白圣经的意义，然后呢，借着祈祷来到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我可相信，将圣经用伫咱的情境中间，来体会圣经上帝伫逐种样的环境中间，对着圣经，互咱什么应允。所以，咱要怎样来请这群众？都是有一个时阵，有可能我对性得救无一个确信把握。咱袂当家己想讲啊，我着安尼，今日去做了好，今日去做了无好。那礼拜四我着安尼服侍，我来感觉啦，这个写作我来安尼形成真好。吼，啊，到拜一吼啊，敢若起床啊，想要上班啊，心情就歹。去到这个。礼拜日来到教会，兄弟姊妹三堂交通非常好，服侍真好。啊，若去到安尼上班的所在，甲这个同事啊，甲主管一个紧张的关系，为着这个业绩讨论安尼吼，足艰苦安尼。所以你咧起落落，拜六安尼周间起落落，你有法度得救无？若礼拜日吼有啦，啊若礼拜周间伫上班了，感觉无啊，係咪安尼？今日可能甲太太囡仔安尼冤家大声细声安尼来念安尼尴尬，吼安尼气甲，啊你当得救袂？若即马无法度吼，即马心情歹。啊姊妹，咱的确信常常受咱家己本身对自我的一个方式影响，所以这个时阵，咱来到上帝面前讲主啊，我有穿这个正义的护胸甲。我会当得救，毋是因为我家己今日本身表现好啊歹，也毋是今日我感受我的情绪好啊歹，乃是因为我是靠耶稣基督。所以我就安尼记得讲，主啊，亲像罗马书迄个所在讲的，伫遐有基督内面甲伊结连的人，
就无搁定罪。所以主，我有即句话做我的好兴家，因为伫主内面，我无搁有受定罪。我嘛要安尼祈祷讲，因为我现在明白主耶稣基督最宝贝、上宝贝的物件，为着伊我放下一切，我要完全甲伊结连，因为我知影我无法度靠家己所行行为好的义来得着救。我现在会当通过主耶稣基督的义来得到上帝的救恩，所以咱就将这个上帝的话祈祷出来，安咱就是穿迄个正义的好性格。有时阵咱伫真济环境中间，就感觉敢若上帝离开咱。有时咱若感觉拄着真大压迫的时阵，咱就咧想讲，毋知要搁信耶稣无？啊，这条路毋知搁行会落去的要？有时咱拄着真大只问题，甚至面对生甲死的问题，啊！现在我已经行伫我人生路中间，伫我的环境内面，我实无把握是毋是上帝搁有继续甲我相甲同在，伫我身躯边照顾我，啊无我若面对遮大一个问题，所以咱着祈祷。祈祷的时阵，圣神就甲咱启示，互咱知影讲啊，但是我知影。圣经内面记载讲，有啥物人会当互咱到上帝会听过当呢？因为我确实无论是生还是死，无论是现今还是将来的事，无论是受造的物，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主耶稣基督对我的听。哦，这个听，上帝对我的听是坚定、袂摇动，因为这是通过主耶稣基督的。哦，我伫软弱中间，当我祈祷时阵，上帝我是非常软弱。哦，圣神就提醒咱讲，上帝恩典伫咱的软弱显出伊的完全。哦，我来到主的面前，我感觉讲我阁无遐完全，我就感觉足无资格来向主来祈祷。然后伫我安尼讲的时阵，但是我嘛来是祈祷。然后我有一个确信，亲像希伯来书讲的，咱着好打就近上帝恩典的宝座，通领受伊的怜悯甲恩典，做我及时的帮衬。啊，我知影，我着好打来，毋是靠我家己，靠主耶稣基督为着我开一条新的路。安尼，咱着摕起迄个信心的盾牌来抵挡魔鬼撒旦的攻击。有时咱若感觉我伫安尼落落，我伫困苦，甚至我安尼慢慢身躯衰烂的时阵，我来感觉我是毋是要继续服侍？伫我服侍中间啊，真重担。伫我服侍的时阵，人也无一定谅解，也无安尼大你安尼学落，啊，都总做这批评。啊，我就感觉讲行袂落去。啊，主啊，我来到你面前祈祷，安尼要怎样？圣经对咱提醒讲，哦，咱现在这个暂时搁小可的艰苦，是要互咱得到袂通比搁较大永远的阳光。现在看到是暂时，看不到是永远，但是亲像保罗讲，我要得到永远，伊为着我避免的公义冠冕。安尼，我伫软弱中间的时阵，我祈祷神，安尼我就会当戴迄个救恩的头盔，戴起来。这句话就真做我的头盔记伫遐。兄弟姊妹，所有这属灵的群众拢是对这个所在来，对着祈祷来。你要将上帝的话安尼放伫你祈祷内面，来应对所有这外来一切的这征战。所以这是保罗伊讲这个6项属灵的群众了后，伊接续安尼讲，得爱常常祈祷，关键就是祈祷。无论咱捌知影这个属灵群众，这个意义偌清楚。你若无用祈祷运用，将伊运用清起来，咱就无法度运用这个群众来保护咱。所以，借着祈祷，咱伫属灵征战中间，
咱才运用属灵的武器来抵挡这一切，常常祈祷。所以《路加福音》18章就讲到，都爱常常祈祷，常常祈祷，唔通灰心。姊妹，咱的祈祷，我相信拢大部分拢是安尼，我嘛差不多啦吼。有需要较来祈祷，欠某项物件来祈祷。最近囡仔考试咱就祈祷，一年祈祷一遍。无感觉迄个迫切需要，就特别为着这祈祷。艰苦的时阵，逆境来祈祷，拄着这艰苦，安怎要来解决这个代志来祈祷。若其他实在感觉平平安尼，无啥物问题安尼。最近好无？好，拢无啥代志，无代志就是好安尼吼。没问题就是无代志就是无问题。咱若感觉讲咱过了真压力，感觉真顺利都拢无啥物代志，都毋免祈祷这是咱的情形。咱兄弟姊妹，经前内面，圣经内面讲魔鬼撒旦是就好势稳重起来、密起来安尼，随时找这机会要甲咱吞食。伊无放松，是找机会，咱是过了非常快乐放松安尼。所以其实军装的一个目的是随时拢清理，随时有一个警戒的一个状态。因为咱所拄着各种样的情形，甚至伫你非常顺利、安稳的时阵，这嘛是真危险的时阵。因为咱已经真惯习伫这个安稳内面，失去迄个警戒，对不对？所以军装清理，就是咱随时警戒。所以伫个所在，咱来祈祷，有几项祈祷，咱第一项为着咱家己来祈祷，靠着圣神专心祈祷，而且常常祈求，着不时警醒。姐妹，这是你家己本身，为着你家己祈祷，讲上帝啊，互我有一个警醒的心，爱慕祈祷，然后用时间伫实际祈祷的生活内面实践伊。常常咱进入到这个属灵的境界，要将突。如果咱若是要安尼常常祈祷，咱就真要钻牛角尖愈想愈深愈艰苦。我若拄着安尼，拄着安尼是安怎拄着？是毋是别人的问题？是毋是上帝无安尼帮助我？是毋是若上帝要帮助我，表示讲我甲伊离开真远，无常常祈祷，安尼打放散。我上帝若放散时，我所以陷入这个情形。所以我陷入这个情形，我愈来愈艰苦。钻牛角尖，想遐有诶无诶。姊妹，若是伫困苦艰难，互你感觉讲你心情郁卒时，你著来到上帝面前啊。常常咱有一段时间，咱伫遐烦恼啦、挂虑吼。唉声叹气伫遐埋怨这想真济，想真济，想到尾愈想愈无开力。就逼这个情形，咱就来到主的面前讲：好，拄着这个问题的时阵，我感觉我是伫这个真困难、危险的阶段，我着祈祷安尼。所以，必须讲，拢毋通挂虑啥物。拄着问题，咱着万行事用感谢心。祈求代祷，将咱所求的，互上帝知。安尼，上帝想事超越人一切所会了解平安，会通过耶稣基督保守咱的心思意念。就来祈祷，凡事万行事来祈祷。这个祈祷提醒咱是上帝的儿女。这个祈祷，咱嘛知影咱是上帝的军队，咱无孤单。咱就仰望上帝安尼，所以你愈较侪时间来祈祷，就愈刚强壮大，就福势愈开来。为你家己本身祈祷，为你家己本身会当警醒祈祷来祈祷。第二，就爱彼此代祷。所以保罗继续讲，常常为着所有的信徒来祈祷，
而且这个祈祷是接续头前讲，着靠着圣神，常常为着所有的信徒祈祷警醒。安尼，所以兄弟姊妹，这个所在是保罗甲咱讲的，咱着彼此代祷。因为征战毋是咱家己的征战，困难毋是家己的困难，咱是伫主要所的军队内面彼此成做军事。所以，咱拢常常家己想到这是咱的征战，咱拢想咱家己的问题，咱拢家己想咱的困难，咱拢想到咱甲别人中间的冲突，拢是我。所以若祈祷拢是为着我祈祷，无毋对，当然是为着大声，为着祈祷，家己祈祷。但伫这个所在，伫咱身躯边，还佫有甲咱真侪兄弟姊妹做伙的时阵，彼此代祷。所以，保罗伫罗马书嘛讲到，无人为着家己来活，当然是为着上帝来活，但是嘛爱承担彼此的事啊。安尼才会当成就迄个彼此相听。所以当咱拢是看家己的问题的时阵，咱就安尼愈困难愈大，愈惊吓。计是讲全世界中间，敢若我咧征战，全世界敢若咧受苦。我若参加这个团契小组的时阵，大家都有分享。这个分享若愈愿意分享伊家己的代志，彼此代祷，哇，迄个团体就愈相听安尼。差不多我若参加有真济吼，像咧有一个团契小组，年纪差不多，你讲起来拢腰酸背痛安尼。这身躯这个问题，遐问题，全世界计是敢我咧腰酸背痛，我无啦安尼。全世界敢若我有一个身躯的问题尔。大家拢共款，大家来讲来笑甲安尼。你得安怎样？所以实际上就大家安尼。原来伫我这个年纪差不多，大家拢有一寡有大甲小问题。无问题是无正常，安尼。有问题较正常，咱这年纪。你若分享的时阵，每一个人拢有家庭的问题、婚姻的问题、囡仔的问题。有一遍，我甲一个兄弟要去参加一个小组伫电梯咧讲话，我咧讲我足烦恼，我咧囡仔吼补习吼安尼读袂晓，补习成绩也无提升。伊讲无所谓，你囡仔爱补习无？咱毋免。我计是囡仔上帝吼，无所谓囡仔上帝拢有祝福，拢真贤读册呢。你囡仔嘛真贤读册，我想甲伊上帝祝福。我无啦嘛，补习教呢安尼。安尼我可较安心啊。你若伫小组咧分享时，伊就讲，我通拄伫电梯吼，听无说安尼讲，我感觉心安尼真放松。我计是讲我囡仔袂晓读册呢吼，无所谓囡仔袂啥晓读，嘛是爱补习。姊妹。嘛有囡仔中间的一个紧张的关系啊！听开始就知影讲，咱伫共款征战内面，共款问题中间，所以咱就彼此代祷。有真侪人无啥爱互别人知影，安尼身躯的病痛，安尼。当然这一寡隐私无要紧啦，小可病尔吼，小可艰苦尔。但是兄弟姊妹伫咱教会内面，有一寡人伊愿意将伊的问题伫小组中间讲出来。咱来代祷，兄弟姊妹伫个所在表现出兄弟姊妹代祷一听真深。第三，保罗安尼讲，嘛为着我祈祷，所以若要彼此代祷的时阵，咱就愿意分享，请别人来祈祷。保罗伊安尼讲。为着我祈祷，互我有口才。咱要怎样想象保罗？你若看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保罗真够传道啊，真够安尼甲人传讲上帝道理啊。拄着真大一个困难征战，伊嘛真放胆伫遐干有一个争端啊。然后呢，拄着真大这困着压迫受苦真多啊。安怎讲的时阵，保罗嘛是真有信心的，真有能力的，真有胆量的。但是保罗安怎讲？为着我祈祷，互我有口才。保罗哪需要口才？但是讲，你要为着我有口才，你爱互我有胆量，替我祈祷有胆量。保罗哪需要胆量？
互我有放大。姊妹，这是个问题。有时我若甲我长老咧讲的时候，也无说无问题啦，凊彩讲拢会晓啦呢。有一面咧自餐的进前10分钟，无师会确定互你讲一下吼，15分钟。你若无甲我讲，你无师若着进前讲，你拢免准备啊！逐早一咧讲，你嘛准备好势啊！要顿饭食了足艰苦，那是要讲啥话，也无准备。你来感觉讲恁无师人着介绍，起来就是安尼讲。你毋知我每一遍在咧准备讲究的时阵，拢是安尼足劳苦。无师嘛听来讲无，你较早困的迄，我嘛毋知影，当时要困，劳苦。要起来时阵，到准备了，毋知好势无？起来毋知讲了顺利，也未紧张。兄弟姊妹，保罗讲为着我有口才、有胆量来祈祷，这是伊的软弱。所以我相信，拄着真大一个对抗的时阵，伊需要胆量，伊需要上帝予一个启示来讲适当的话。姊妹有当时，咱嘛要邀请一个人来做见证，伊嘛讲无事，我足紧张的，最好就来找我。咱毋是拒绝，咱是讲到无事，我愿意，但是我会惊、会紧张，敢会当？请兄弟姊妹替我的见证祈祷。我愿意做这个代志，但是互我有一个胆量来做。我现在要去做一个见证传福音，我嘛是真惊。我要用我同事来讲话的时阵，我毋知会打拒绝啊未？毋知会拍歹感情啊未？我伫咧讲这个话的时阵，毋知会感觉讲较严肃，未遐快乐，变作较紧张啊未？我若讲一寡较有争论的物件时，我若讲我的立场，安尼毋知破坏感情啊未？咱有真侪这考虑，咱有真侪这想法，毋敢保留。咱若传福音的时阵，我讲互你听，福音就是要互你快乐，要互你幸福，要互你喜乐，都是安尼。但是保留一寡无，咱若信耶稣基督的时阵，咱有一个愿望，甚至咱会受苦。但是，咱有一个永远的愿望，咱有保留，毋敢讲歹听的话，毋敢讲伤重的话，歹势，惊兄，惊人放弃，答咱评论，保留。兄弟姊妹，为着我祈祷，我是牧师。敢若我若讲家己软弱的时阵，就感觉讲牧师是较软弱，牧师应该较坚强。为着阮祈祷，牧师哪会软弱呢？是毋是牧师安尼灵修无够，祈祷无够？无若祈祷应该有亏力啦，为什么软弱呢？所以软弱的表现，软弱的表达，那像会让怀疑、看轻。但是保罗伫这所在讲，为着我的口才祈祷，为我的胆量祈祷。为了我会当传扬来祈祷，这种我是需要的。有啥物人软弱，我无软弱呢？想将替我祈祷。第四项，为着上帝国，为着上帝教会来祈祷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保罗所讲的讲，我做福音的使者，但是我是带着锁链的使者。伫这个所在。咱若想起伫外国的宣教的时阵，咱有替祈祷也无？有时我来接到一寡宣教师，因讲因伫宣教的所在所拄着的问题。咱有伫非洲的宣教，有日本的宣教，伫德国这宣教。我若看到因的祈祷批的时阵，我就想讲，我若是因的时阵，我非常需要祈祷。语言的问题、适应的问题、生活的问题。甚至伫非洲中间有这个动物的问题，去到日本的时阵有可能语言的问题、城市适应的问题。迄若是我的时阵，我要怎样去承担这个代志，我可能无法度。但是遐尼有好担。我参加一个合唱团，有一条歌是乌克兰的《哈利路亚》，非常非常好听。我咧想讲，乌克兰的教会竟然会当写出遐尼水的和声，安尼俄罗的歌，但是。乌克兰现在伫战争的中间。当你若拍开这个电视，你可能想讲，看上战赢战输。
可能若拍开电视的时候，感觉讲啊，飞弹到迄个所在有死伤偌济，但是你有想到讲，伫遐有咱乌克兰教会兄弟姊妹为了教会来祈祷啊未？所以保罗伫这个所在，我为着福音的缘故，我带锁链。有真侪兄弟姊妹伫无同款的所在，为着福音，为着信主的缘故，遭受灾难，遭受迫害。有真侪咱的兄弟伫遐宣教的时阵，伫宣教中间拄着真大压力、甲困难、甲需要。上帝国度，毋但是为咱家己本身，为着因来祈祷。这是保罗伫属灵精进了后，继续所讲的，非常重要，非常实际。靠信心专心祈祷，常常祈祷，而且不时警醒。为着正信徒祈祷，为着我祈祷，为着上帝国，为着福音会当传扬来祈祷。无论你的感受怎样看家己不配，你的情绪怎样，甚至你今仔日的状况怎样，你感觉讲啊，今仔日足无适合祈祷，足无想要祈祷，遐尼困难，遐尼重担。这个时，就是你上界需要祈祷的时。常常祈祷，不住的祈祷，警醒的祈祷，因为咱是伫属灵的精进中间。上较重要的，咱是靠信心来祈祷，伫信心内底祈祷。信心的祈祷，毋是讲哦，咱今日安尼好祈祷了，安尼持续宴会安尼好真热切安尼。有时吐气嘛是祈祷，因为信心用讲袂出的吐气替咱祈祷。有时我的祈祷常常嘛一个吐气尔啊，主啊，安尼尔，我相信信心拢知。咱常常含在伫这个情形内面，一个吐气，但是信心替咱祈祷。这是咱生活中间非常重要、非常真大一个意义。祈祷，你的祈祷是靠信心的祈祷。伫咱教会现在咱要开始推行叫做一个 RPG， 当然咱是简单来讲，就是讲一个关怀嘛，一个祈祷的小组。那这个进行那是非常简化，第一，咱就是用圣经的话来祈祷，导读。你读一段圣经，这段圣经正做你的祈祷，短祈祷就好，莫用真济家己去想象出来的话，直接用圣经的话祈祷。大家拢晓祈祷，因为圣经你就照念就会使，是小可变化一个就本来使，但是基本就是迄段圣经的话。第二就是为咱教会，为了上帝国度来祈祷，提出要祈祷的代志。第三项就是为着你家己本身祈祷。当你讲出你家己的需要祈祷时，咱就伫彼此的祈祷内面，简单安尼。每一遍人毋免伤济3、5个，然后聚会可能差不多15分钟、20分钟就会使安尼。用上帝的话来祝福、来学乐、来敬拜、来祈祷，然后为了教会上帝国祈祷，然后彼此带祷。我相信，今日祈祷开始来成就，伫咱今日保罗带咱的教示。伫安尼来祈祷中间，咱彼此关怀，彼此关怀中间，咱彼此警醒，彼此提醒，彼此带祷，互咱有个开力。咱无一个人是孤单独面对这个代志，所以为你本身祈祷警醒，然后彼此带祷分享，为了教会上帝国度祈祷。安尼来运作的时阵，我相信咱来建立彼此相听，也伫祈祷中间来成就上帝国，来帮助咱伫彼此成做上帝的军队中间彼此扶持，来相同精进。咱三甲来祈祷。主，这是你予阮的特权，这是阮会当来祈祷。你嘛予阮有特权，会当为着别人来祈祷。透过我的祈祷来服侍，成就上帝你伫因心中的旨意。也透过祈祷，我会当表达听。透过祈祷，阮相同结连，相同精进、警醒。主，感谢你，阮常常来到你的面前祈祷无煞。
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这是咱要来吟回应的诗，信诗170首，恳求圣神感动阮心，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坐，即摆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，请书献的同工。
愿一切所有的拢是对天父上帝恩典所赏赐。阮的财富的力量、智慧甲机会，拢是对你遐来的。愿上帝互阮诚做逐项恩赐中心的好管家。阮甘心乐意献上阮的恩赐，在灵来服侍你，也献上阮的金钱为你所用，表达阮的感恩，尊荣你的名，管理决力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坐。这是要来报告。本会消息，第一项，咱的团契发展组于7月22到24号举办青年退休会，因今日主日嘛咧参加鹿谷教会礼拜，求主保守因出入的平安。第二项，因为疫情的原因，所以咱教会对咱教会的影响，所以咱即马教会咧举办RPG 的事工，嘛咧小会，阁有长执会，阁有各个团契，嘛拢有咧进行，所以咱来为着即个事工来祈祷。第三项是婚讯吼，咱教会曾义弟兄甲陈雨欣执事，伫8月13号拜六上午9点半，伫咱本会举行结婚感恩礼拜。咱邀请咱的兄姐来参加甲祝福。第四项，咱青春启航课程，阁有青少年家长小组来伊要帮助咱的囡仔建立正确的性观念。伊参加的对象是6年级到8年级的学生，阁有家长。对8月28号礼拜，每个月一届。礼拜下晡1点到3点，拢总有7届。地点是伫咱教会的3楼。那有兴趣的兄弟会当对咱嘉豪执事夫妻来报名。这时请咱三甲来吟上赞注音的诗，信诗390首，俄罗天父。万福本源，吟诗线，且牧师祝祷，请大家起立来吟。已经上天到上帝面前，咱着坚守所宣认的信仰。所以，咱着好打求关上帝恩典的宝座，同领受伊的怜悯甲恩典，做咱需要的时的帮助。原来主耶稣基督恩典，特别上帝听探圣神享受，互咱的信心、喜乐、望、快乐，甲咱众人三个伫地。伫前前的是靠伊大快乐，对答到永远无煞。阿门。